兄姐妹，大家平安。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永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必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使我们透过圣经来更认识你。你说若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好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要来继续历代志下的共读。好，不晓得大家在历代志当中有没有得到收获，有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和帮助？我们昨天读到了历代志下的张玉这个简报 ，OK。好，历代志下的第8章。好，那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在圣殿建完之后，还有在上帝的祷告、上帝的回应当中，好，那他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呢，也得到上帝的警告。好，特别是在第7章好的下半段，好，那上帝也再次的
劝诫他，好，必须要抓紧上帝的话，抓紧像他父亲大卫一样，好，能够抓紧跟上帝的关系，才能够长长久久得到祝福啊。好，那昨天也提到所罗门，他有他的一个热衷热爱，就是建筑。所以所罗门在建筑上面呢，他大兴土木啊。好，他把这个西兰王看为没有价值的地方呢，但是他在这边开发，好，并且派了很多的人，好，那很多的劳工，好，在那边建造，让他们服役。啊，甚至呢，所罗门好，他所娶的妻子埃及法老的女儿呢，好，也为他另外建造了一座宫殿。所以建完圣殿，又建所罗门的殿；建完所罗门的殿，又为法老的女儿又建皇宫啊。好，所以好非常的忙碌。好，所以我们在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呢，或是列王记的时候，就知道所罗门的儿子的年代。好，那时候以色列人都来 complain， 就在所罗门死后，说所罗门真的让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好，用很重的重担在他们的身上，希望呢，好，这个他的儿子罗波安好能够减轻他们重担。好，那这个是我们在后面会读到的。而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是第8章好的最后2节啊，好，最后2节。好，那我们请玉竹好来带我们读。好，那我们先从读历代志下第8章17节和18节。后来所罗门到以寻加别和以路去，这是在以东地区海岸边的2个港口。西兰王送给所罗门一些船只，船由西兰王自己的官员长指挥，并由经验丰富的船员驾驶。他们跟所罗门的官员一起航行到俄斐，从那里给所罗门带回来大约15000公斤金子。好，那在这一段第8章的最后呢，提到所罗门，好，那他在这个国家当中，好，改变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体质啊，好，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农业，好，本来是一个农畜牧，好，但是呢，在所罗门好，他大兴土木建造，还有他认识这个推罗王西兰之后呢，他也改变这个国家，好，让他成为一个是一个海上国家，能够做航海。那怎么做的呢？好，那这里提到3个城市啊，以寻加别、以路和俄斐啊。以寻加别和以路呢，都在红海的北边。好，那这个2个城市呢，好，也都是做港口贸易。那俄斐呢，是在阿拉伯的南边，或是在非洲的东北边哦。好，比较可能是在非洲的这个索马利兰。好，所以从地图上面来看呢，好，推罗王这个西兰，好，就是推罗王西兰呢，好，是在这个地图，好，黄色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王国的地图，从最北边的哈马到南边埃及的边界。而这个推罗王呢，好，他是在面对地中海，好，所以他常常就是向地中海来航海行驶。可是以寻加别和以路呢，是在以东的南边，好，所以以色列下来就是以东，以东最南边下去就是红海，好，所以再把它放大，好，在下面呢，这个以东再往下走呢，红海最上面有个阿卡巴湾哦，好，就分别有这2个城市，以寻加别和以路。而透过这2个城市呢，所罗门好也很有智慧，好，他请推罗王西兰呢来教他，带他的人，派他的人，好，来怎么样来做航海，好，造船，好，然后怎么样出航，好，所以呢，他就从这个阿卡巴湾呢一直去，好，穿过了整个红海，好，然后呢来到了阿拉伯的南边呢，好，就是俄斐。圣经翻成俄斐啊，好，但是这个地方呢，好，就是今天的索马利兰，好，在非洲的东边的地方啊，好，算东非，好，索马利兰呢，到现在还不是一个被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好，那台湾大概是台湾的4倍大。那么比较常听过就是索马利亚，好，就在索马利兰的南边，好，旁边的地方，好，可能立煌兄有去过哦。好，去非洲很多次。好，那在这个索马利兰呢，好，它人口不多，300多万人。好，但是呢，索马利兰也在几年前呢，好，还有我们台湾有这个
外交的关系，好，互相可能在联合国都不被承认的国家呢，好，土地人民当中，好，却也有这个建立外交上的关系，好，所以在几年前，好，我们的台湾，好，蔡英文总统的时代呢，好，就有和这个索马利兰，好，来建立这个外交上的关系。而所罗门呢，透过好这个西兰王的帮助，让北边这个以色列好能够下来到阿拉伯，有什么改变呢？好，就是可以从阿拉伯半岛，然后呢，可以再往哪里去呢？经过阿拉伯海，好，往东方去，好，那可以去到哪里呢？可以去到印度，好，经过了印度呢，可能可以再经过孟加拉湾，就可以去到中南半岛，好，甚至就来到了这个亚洲的地方啊，好，到印度就是到亚洲的地方。好，虽然在圣经当中没有写，好，不过我们等一下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好来看所罗门为什么要开发这两个在以色列南边的这两个城市。好，那西兰王他在帮助所罗门在红海这个地区呢建立了船队。当时呢，这些船呢要从地中海到红海呢，好，没有办法像今天有苏伊士运河可以直接走捷径了，哦，但是所罗门好，他这样子的开发呢，好，让以色列、让地中海好跟红海，甚至跟阿拉伯海好都有了一条好这个运输的管道，好，所以在当时好，不论是现在留下来的看到的这些船，好，当时的这个海上的贸易呢，好，这所罗门好，他也改变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体制啊。接下来我们进入第9章，好，因为这样子呢，好，结果呢他就交了新朋友，好，第9章的第1节、第2节，好，请狱卒带我们来读。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王的圣名，就到耶路撒冷来，想用难题考验所罗门。他带来一大群随从，还有一大队骆驼驮着香料、珠宝和大量黄金。他见到所罗门的时候，把所能想到的问题都向所罗门提出。所罗门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能难倒所罗门。好，那这个是非常有名，我们讲到所罗门也会记得这个示巴女王啊。那很多人认为这个示巴女王呢是黑人好，或是阿拉伯人好，但是示巴在什么地方呢？好，示巴应该是在阿拉伯半岛，好，这个也门好，就是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边，好，所以它应该是来自于阿拉伯，属于阿拉伯血统的阿拉伯人啊。而这个示巴呢，它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妻，好，或是誓约，好，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去到别示巴，哦，就是妻井，好，或是誓约之井，好，别示巴就是从示巴代表妻。那它是在阿拉伯的西南边，好，可能就今天的也门，好，离耶路撒冷呢，好，大概有2200多公里啊，好，那在那所罗门那个年代呢，好，也门示巴，好，示巴它就已经是一个王国，是一个国家。其实，在所罗门王代那个年代呢，国家并不多，好，但是示巴是一个在历史上好可以记载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呢，存在在主前的900年到主前450年，好，所以大约有450年之长啊。那根据亚述的文献记载呢，在西元前7、8世纪呢，阿拉伯就有5个女王来执政啊，好，所以这示巴女王是其中哪一个？好，那可能不晓得，好，但是没有讲到她的名字，只有讲到她是这个国家，而且呢是这个女性，好，是女王啊，好，所以在圣经当中老早就有这个女性的领袖领导者，好，那这个女王来呢，就是要来考所罗门，好，但是她是有备而来。第一个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香料、黄金、宝石。第二个就是她所有当女王可能遇到的问题，好，她可能在治理阿拉伯，或是在治理这些的国家地区，好，或是她可能也做了这个海上好的这些活动的时候，所看到世界各国其他地方带来的问题，她通通听说所罗门很有智慧，她就要来拷问啊，好，来拷问。答得对就送他，答不对呢，好，就证明所罗门好根本不配成为这个有智慧的王。我们再请狱卒带我们来读3、4节。示巴女王听了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到他所建造的宫殿，又看见他桌上的珍馐美味，他臣仆的住宅、王宫侍从的主织和所穿的制服、上酒的仆人和他们的衣服，圣殿里所献的祭牲等等，惊奇的说不出话来。好，那这个所罗门智慧的话呢，好，他可能有是当场，好，也有写成诗，也有写成书，好，也写了雅歌，写了箴言，
好，那而且呢，他来到所罗门的国家，看见他的王宫，好，圣殿可能没有办法进去，但是看到所罗门自己盖好的王宫，以及他所吃穿，甚至他的仆人，好，还有这些他们的衣服，还有圣殿所要摆上这些生祭呢，好，等等呢，惊奇的说不出话来啊，好，和本翻译是诧异的神不守舍啊，好，神不守舍，好，所以也有人说啊，这个示巴女王来这边之后就爱上了所罗门，好，然后就开始自己编剧啊，所罗门这个示巴就嫁给了所罗门，好，其实没有，因为等一下就看到。好，但是呢，在这个场景当中，好，可以让我们看到，好，示巴女王，好，她来见到所罗门的所有的细节，好，所有的国家内外，好，一路上，好，她从这个以寻加别登陆上岸之后，好，一路来到了耶路撒冷，他所经过的地方，还有他看到所罗门治理这个这么大的国家，幅员辽阔，好，所以一路上都是让他非常的讶异、诧异，好，惊奇，说不出话来。好，那接下来就是示巴女王，好，她对所罗门好开口所说的话，5、6、7节，好，请玉竹带我们来读。他对所罗门王说：“我在本国所听到有关你和你的成就及智慧都是真的。但是直到我来到这里，亲眼看见了这一切，才真正相信。关于你的大智慧，我听到的还没有一半。你比别人传说的更有智慧。你的仆人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常在你面前聆听你智慧的话。”一个女孩子要在阿拉伯，在示巴要当上女王啊，已经是不容易。好，那她远道而来，而且她不是没有实力，她也带着金子，带着宝石，带着珍贵的香料。好，那她就是要来踢馆的。好，结果呢，见到所罗门，好，不仅说不出话来，说出话来之后呢，好，他只能够心服，好，臣服所罗门，好，才知道说，哇，你的大智慧，我听起来呢，远超过我所听到的，好，所以证实所罗门真的这个智慧不是来自于人，好，来自于神，甚至比传说的更有智慧，而且示巴女王也很羡慕能够做所罗门的臣仆，多么幸福。为什么呢？好，因为可以常常听所罗门智慧的话。什么是所罗门智慧的话呢？好，简单说就是圣经的箴言啊。在箴言的1到9章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给年轻人的智慧忠告。10到21章是所罗门的箴言，好，是善恶对照跟敬虔的生活啊。好，就是劝诫人，好，要行善啊，要远离恶。好，那在25到29章呢，是西西家王派人又再次整理誊录所罗门的箴言。所罗门的箴言，好，就是要人记得这几件事情：做孝敬父母，寻求神并得神的智慧，还要善待他人，然后要保守自己的心，然后要对配偶忠贞，好，不可以陷入淫乱。而不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勿交损友，勿犯奸淫，好，勿借贷，好，然后呢，勿懒惰，而且呢，不要结交愚昧的妇人啊，好，这是所罗门在箴言当中所劝诫的。而这些的箴言呢，对示巴女王，好，她有全部读到，或是更多，但是对示巴女王来说，好，就已经让她觉得她的大智慧呢，超过她所听所闻。好，接着呢，这个示巴女王，好，又继续把这份的荣耀，不是只有归给所罗门，她只要把荣耀归给谁啊？好，8、9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愿上主你的上帝得到赞美，他立你作王，使你奉他的名统治，表示他多么喜欢你，因为他爱他的子民以色列，要永远保护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能秉公行义。示巴女王把带来的礼物赠送给所罗门王，有大约4000公斤重的黄金，很多香料和珠宝。所罗门王从没收过比示巴女王所赠送更高贵的香料。这个示巴女王也是很有实力啊！好，一出门就带了4吨的黄金哦。好，那这要怎么一路上从阿拉伯带到耶路撒冷来？好，那他还是要显示他的实力。好，最后他真的是臣服折服，好，在所罗门王面前。但是呢，他不是臣服折服在所罗门的面前，好，而是第8节，愿上主你的上帝得到赞美。好，所以所罗门透过智慧箴言，
来反映出好这些的智慧好是不是来自他的父亲？示巴女王也没有说哇你爸好厉害，咖喱嘎嘎加好神好，没有说你阿公好这么棒好，让你们全家基因这么好好，他知道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也是所罗门他做的非常成功的地方，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好，同时呢也见证这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且呢好第8节连示巴女王都知道，上帝就是要人秉公行义啊，在所罗门的这个位置上面要秉公行义，所以这些他带来的金子、宝石、香料呢，全部都留在耶路撒冷。其实对所罗门来讲，金子它比示巴女王更多啊，宝石或许更多，但是没有的就是这些的香料，这些香料。所以这边还圣经特别写下来，所罗门王从没收过比示巴女王所赠送更高贵的香料。有没有去过阿拉伯？有啊，立煌兄有去过，有没有买过阿拉伯的香水？阿拉伯的香料呢，就是有各种的香料，这些香料呢，都从植物，都是从树上，或是从旷野当中去提炼，所以看各种的颜色，那这个是网络上找到的图片，但是这些香料呢，都是要经过很多道的程序，然后一道一道的才能够有。那所以所罗门呢，他也很开心，能够收到这样的香料。今天我们也可能很喜欢用不同的香水啊，或是精油啊，或是芳香啊，就是让我们闻到这个味道，就让我们能够心情或是整个身心都能够舒畅。所以这对所罗门来讲，是他非常喜爱的。或许他也拿了这些香料去送给女朋友，可以谈情说爱，增加他的罗曼蒂克。但是圣经也是这样记载。好，接下来呢，再读第10节到12节哦。西兰王和所罗门王的仆人从俄斐运金子来，也运来檀香木和珠宝。所罗门王用这些檀香木做圣殿和王宫的阶梯，也为乐师歌手制造竖琴和七弦琴。犹大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的檀香木。所罗门王除了用礼物答谢示巴女王的馈赠以外，凡是示巴女王所要求的，他都给她。于是女王和她的随从回示巴去了。好，那因为这里是插在第10节这个地方哦，本来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和示巴这2个国家的外交，好，但是呢，因为前面有提到，好，这个以色列和这个推罗呢，好，就是西兰王，好，也是非常的友好，所以这里变成是3个国家，好，从地中海，然后经过以色列，然后经过红海，然后来到了阿拉伯。所以西兰的仆人，好，他也去俄斐，好，就是索马利兰，好，把金子也运来，好，其实就在示巴女王他们的对面，好，那甚至呢还运来了什么呢？檀香木和珠宝。好，檀香木可以做什么呢？做圣殿的阶梯、王宫的阶梯。同样的经文，好，在列王记上的第10章，好，是讲到栏杆，好，可是在历代志翻成阶梯，好，所以可能又是阶梯又是栏杆，好，除了制造这个家具，好，室内建设之外呢，还有第一个功能就是做竖琴和七弦旗，就是乐器啊。好，因为从大卫开始，好，这个国家就非常的注重音乐，好，到所罗门年代都不缺乏音乐，而且他们的乐器呢，像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好，都要用越好的这些材料。檀香木，好，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木头，虽然树长得不高大，好，而且树呢没有很粗，可是因为它的这个树的质地呢，好，非常的有韧性，好，而且呢非常有一个香味，好，所以这个檀香也是一个珍贵的植物，好，而且呢生长很慢，好，所以要一个大型的檀香木呢，好，其实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而檀香木呢发源，好，它的主要的地方呢，好，是在亚洲啊，好，所以檀香木主要是在哪里呢？印度跟印尼啊，好，就甚至要到印尼。所以所罗门王，好，西兰王，好，他们怎么得到檀香木？他们是在阿拉伯半岛上面靠地中海那边好的地方，要去得到这一些的檀香木，好，势必好就是要透过这些的海上的船队，好，要去做交易做买卖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好，13节到16节讲到所罗门王他的财富啊。
哦，对不起，前面那个示巴女王，好，圣经有讲到说她回本国去，好，所以我们不要再说示巴女王就嫁给所罗门就留在那边了，好，她是有回去的。好，那我们再读13节到16节。所罗门王每年收到23000公斤以上的黄金，另外还有商人缴纳的税。阿拉伯诸王和以色列各地区的总督也向他进贡金银。所罗门王制造了200面大盾牌，每一面用约7公斤的金子打成。他又制造了300面小盾牌，每一面用约3公斤的金子打成。他把这些盾牌放在黎巴嫩灵宫里。好，那所罗门他每一年的税收，好像我们的政府又有税收，好，来自3方面。好，23000公斤以上的黄金，好，这可能是代表一个单位，换算成今天呢，好，就是大概20亿美金啊，好，20亿美金。好，如果是在将近2900年前，好，一个国家，好，一年的税收有就是600亿台币，650亿台币哦，好，那也是相当的高。还有呢，商人要缴税，还有这些其他阿拉伯诸王啊，好，都是从南边来的。好，所以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从第8章到第9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他把他的外交实力，还有经济贸易，好，扩展到南边，好，甚至到海上去啊。好，那还有阿拉伯诸王，还有以色列各地的总督，也要向他进贡金银呢。他这么多的黄金，好，他一年就2万多公斤，好，2644公斤哦，好，那在和本是666他连德，好，所以我们读和本的时候就会记得这个666这个字啊，好，那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换算，好，就23000，将近23000公斤。而这些呢，好，它也用来制造了200面的大盾牌，大的盾牌7公斤，300面小的盾牌3公斤，好，大概一半。这些盾牌呢，都放在它的灵宫啊，好，黎巴嫩灵宫。好，那这指的是什么呢？是它的灵宫在黎巴嫩呢？好，还是指的是这个宫呢是用黎巴嫩的树好所盖的呢？好，在这边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好，但是不是在圣殿当中啊？所以这个是大的盾牌，好，7公斤，好，当然这个是后来的人好去仿造的，长什么样子不晓得，好，不过大概可以从这些的图当中，好，大盾牌、小盾牌，好，在他的王宫当中，好，所以连他的守卫这些的侍卫呢，好，都拿着镀金包上纯金的盾牌呢，好，一定是相当的气派。好，那让我们看到所罗门他的国家的强盛。好，示巴女王好也是看到说不出话来。我们再继续读17节到最后的3节，17到我们还没有17到19节。所罗门王又用象牙造了一个大宝座，用最精纯的黄金包裹着。宝座的前面有6层阶梯，连着一个脚凳，是用金子包裹的。宝座两边有扶手，一边一座狮子，每层阶梯的两端也各有一座狮子，共12座。任何王宫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宝座。一只大象有几只象牙？2只好，那他把这些象牙集中起来，好，然后做成一个大宝座，而且这个象牙的宝座呢，要分6层啊，而且这6层呢还要留一个空间，好，就是除了给所罗门王上下阶梯之外呢，还要旁边左右都要有12只的狮子啊，好，所以这个象牙宝座呢，好是。他连圣经都说是任何的国家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宝座，好，所以呢，在这个模型当中，好，如果这个是用象牙做的，哇，那这个象牙要抓多少只的大象啊？还有呢，这个宝座呢，好，在这个历代志下，好，跟列王记上，好的形容都一样，好，只有列王记上还特别提到说，这个宝座的背后是圆的，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模型后面，好，它有画出来，它背后长的是圆的，好，所以总共是6阶，好，每一阶呢左右两边都各有一只好金的狮子啊，好，包上纯金的狮子。而这个宝座是有扶手的，好，所以所罗门好他的这个王宫当中，好，示巴女王来见到他，好，真的是非常的讶异啊，好，那然后呢是一个非常豪华，或是说非常一个尊荣的地方，好，在世界上未曾有，好，今天也很难再去找到像这样子用象牙做的宝座，好，这样象牙做的宝座。好，那最后
从20节和对不起，在当时呢，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在离我们现在2950年前，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呢？离我们现在将近3000年前，世界上国家就只有这一些埃及是最早的，再来就是这个中国的地方。中国在西元前所罗门时代呢是来到周朝，而在这个周朝当中呢，周朝也开始有春秋战国，所以有些国家陆陆续续出来。同时呢，在以色列在埃及旁边有以色列，是从扫罗王开始，而那时候有亚述这个国家，然后呢，在下面也有讲到示巴，然后还有古希腊人，所以当时的国家并不多，所以世界上这些可能知道的国家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强盛到像所罗门王这样子，有一个象牙加上纯金，金狮子的宝座。好，那最后2节20节到21节。所罗门王所有的酒杯都是金子做的，所有在黎巴嫩林宫里的餐具都是纯金做的，不用银子，因为在所罗门时代，银子不算贵重。所罗门有一队远航的船只，跟西兰王的船队一起航行，每3年船队回来一次，带着金银、象牙、猿猴等回来。那这里就再次强调，就是所罗门，他在当时银子是不算贵重啊，那只有金子才是贵重，所以这个国家非常的强盛，那整个所罗门就改变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体质啊，本来是注重的农业、畜牧业，现在变成商业，变成航海业，变成是个威名远播，然后呢，能够透过国土，能够串联到地中海，串联到红海，甚至串联到可能到印度洋去啊。好，所以这里提到呢，所罗门的远航船只呢，跟着西兰王的船队一起航行。在我们的和本里面呢，还讲到说，一同往他施，往西班牙去。可是，在现代中文译本已经把他施西班牙拿掉，没有讲到是去到西班牙，只有讲到说是远航的船只啊。而且呢，这一航行多远呢？3年才回来一次。好，所以去西班牙需要从地中海去到西班牙需要3年吗？应该是不需要。好，所以这个3年呢，表示他们可能真的做生意做到非常的远的地方去啊。这里讲到他们带回来什么呢？带回来的象牙除了金银，还有象牙，还有猿猴还有孔雀。刚才我们现在中文本没有讲到孔雀。好，可是有讲到这个猿猴。好，那在这几个动物当中呢，非洲有大象，亚洲也有大象，泰国、印度都有大象。好，狒呢，猿猴呢，是在非洲才有，孔雀哪里才有呢？孔雀要到亚洲才有孔雀哦。好，所以所罗门他去到远航，带回来这些的珍奇异宝呢，来证明。好，所罗门在当时呢，他做了一个国际的这个交流和行动。好，那所以呢，这个所罗门他让整个当时的世界呢，可能促进了当时在那时候海上航行还没有非常发达的时候呢，他可能已经透过这个红海的航线呢，去拜访了印度，可能去到了印尼，可能去到了这个非洲，甚至呢可能也去过了这个欧洲，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但是从他带回来收集到的这些东西呢，他可能真的是跑遍很多的地方哦。好，那今天的经文而且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农业为主，变成跟推罗一样，是航海商业为主的国家。过去我们台湾也是农业为主的国家，现在台湾是什么为主？台湾可能是以科技为主，做这个高科技变成一个科技岛。好，所以这也是在所罗门治理之下。好，那我们也能够见证我们台湾是一个农业社会。好，现在已经不再注重农业。好，那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3节历代志下第9章的6、7、8这3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但是直到我来到这里，亲眼看见了这一切，才真正相信。关于你的大智慧，我听到的还没有一半。
你比别人传说的更有智慧。你的仆人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常在你面前聆听你智慧的话。愿上主，你的上帝得到赞美。他立你为王，使你奉他的名统治，表示他多么喜欢你，因为他爱他的子民以色列，要永远保护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能秉公行义。好，这是示巴女王好开口对所罗门所说的宣告见证的话。而这里呢，好有3个关键字。好，他过去听说所罗门很有智慧，啊，如同约伯对上帝的宣告，怎么样？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呢，亲眼看见你。好，这也是约伯他一生。好，过去他可能是带着怀疑，现在亲眼看见，他完全的相信。好，但是相信的对象不再是人，示巴女王相信的是天上有一位神，所以他也可能就这样把这个上帝好带回去到他的国家当中啊。而这个你的仆人多么有福啊！好，就是如同耶稣对谁所说的呢？玛利亚啊，马大所说的。好，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超凡。好，路加福音10章42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从她夺去的。玛利亚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神的话。而诗篇告诉我们，一个有福人就是昼夜思想，好，能够按时来勤读神的话，是有福的。所以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讲出了箴言，就如同耳朵好吃了蜜，好，我们说耳朵怀孕了，好，这个嘴唇吃了蜜，觉得幸福感，好，是因为她听见领受神的话。而最后呢，刚才那个黄色的字是什么？秉公行义。好，示巴女王宣告所罗门，他要做上帝要所罗门所做就是秉公行义。弥迦书6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盼望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不是只有大开眼界，好，不是只有做一个考古，或是只有做一个历史，好，而是我们真的能够去看见，当我们有约柜在我们的国家，当我们有圣殿在我们的家，好，在我们的城市，当我们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我们也能够像所罗门一样，经历上帝所造这个世界，好，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辽阔，能够看到这世界的美好。而我们不会贪爱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要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见证上帝他的慈爱，上帝他的信实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早在3000年前，所罗门因着爱神的话，因着渴慕上帝的同在，为神建造圣殿，以至于在他的一生年日当中，上帝你就扩张他的境界，带领他去到许多人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并且也把上帝的名宣扬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主啊，在今天你要做同样的事情，在21世纪的今天，在桃园，在我们迦南教会，上帝啊，也求你兴起渴慕你话语的儿女。上帝啊，求你也兴起每一位愿意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诫命，好，上帝你的仆人和使女，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打从心里面来渴慕喜爱你的话语，让我们如同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又让我们如同是能够约伯一样，过去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们要亲眼见你，更让我们如同先知弥迦所说的，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要与神同行。愿上帝你在我们当中掌权，愿上帝的话成为一生的帮助，也愿上帝你给所罗门的应许祝福也能够成就，祝福在许许多多爱你的儿女百姓子民的身上。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
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我们一起举手来敬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有再一次的能够一起聚集在周三祷告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我们请坐。好，我们接着下来，我们要一起为教会来祷告哦。好，来，我们来看。好，我们恩高227教会在本周六举行升格堂会及就任感恩礼拜哦。哈，我们求主纪念从我们迦南教会转会及
到恩高227教会开拓的50多名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他们在这当中一定有很多的辛劳，求神纪念他们，也为升格堂会之后继续能够在青埔这个地区做盐发光哈。好，来第二个就是10月13号，我们教会现在大力的在动员呢哈。10月13号，我们全教会户外礼拜报名及动员代祷。你们知道我们已经多久没有一起？几年了？10几20年了，10年，只有9年哈。所以我们能够在透过疫情结束完后，我们还能够在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神真的很大的恩典与迦南教会同在。那目前我们动员代祷已经有报名，累计有320名兄姐。你们知道我们要多少人报名吗？500名哦，所以还有180位的空间，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小组长、区长，我们再加把劲，邀请再多一点的弟兄姐妹一起参加哦哈。好，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哦，侍奉来祷告哈。目前我们的招待同工，特别是在华语礼拜的招待同工，严重怎样？严重欠缺哈，我们真的求神来感动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在这样的服事里面及这样的训练，让教会各样的服事都能够运行顺畅。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教会这3件事情同声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福分，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开拓教会是荣耀的事工，更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为迦南教会有50多名弟兄姐妹去开拓恩高227教会，愿主的恩永常与他们同在，使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的那个信仰能够被坚固，使他们火热的继续在这个当中被建造。主啊，我们为我们教会10多年，在19年后，我们迦南教会要再一次的举行全教会的户外礼拜，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弟兄姐妹相亲相爱，彼此同心，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哦，主啊，真的是求主你来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有很好的见证，特别为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有这样的工作的职能，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圣殿的服事，一起在这边当中，我们主要知道我们的工人不缺乏，愿你兴起环境，兴起工人，让服事更多的进入神的里面。哈利路亚。大全能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爱，让我们成为一群蒙福的儿女，也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成为一体，用爱心互相服侍，彼此关怀。恩高227教会将于本周6举行升格堂会以及就任的感恩礼拜，愿主祝福恩高教会在青埔高举，荣耀主名。也求主纪念本会转籍资源开拓的50多位兄姐的辛劳，继续在青埔地区为主做光做盐，宽阔主的国度。10月13号是我们本会淡江真理大学的户外礼拜，目前已报名参加的兄姐有320位，离目标500位，还有180名的成长空间。求主激励会友踊跃参加，也邀请未信的亲友共襄盛举，播下福音的种子。愿这项活动有主满满的祝福，圆满顺利，荣神益人。我们来祈求圣灵与陈牧师时刻同在，在推动教会成长、组织重整策略上，有天父上帝赏赐的智慧能力，而每位的会友都能够有一颗愿意接受装备的心，投入侍奉，人人同工，照着不同的恩赐，同心合意的在事工上尽心尽力，谦卑敬畏，仰望主的带领。尤其华语的服事，欠缺更多的招待同工，愿主来感动会友，每个人都来投入，通过团体的服事，使教会得到更大的成长，使福音的事工更兴旺，带动迦南教会复兴，成为万人教会，成为桃园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接着下来，我们要为肢体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几位弟兄姐妹啊，我们有14组的林秋兰姐妹，她的左脑下神经痛，要在长庚继续接受检查，求主看顾医治。还有第2组的王春梅姐妹，在最近因肺积水检查，疑似有癌细胞，然后在这2天她要做正子合成共振检查，求主同在，赏赐平安、平静、安稳的心，让她能够早日得医治与恢复健康哦。还有第11组的陈怡红姐妹，她的皮肤红肿流血，求主医治；还有她的脚能够在复健当中能够顺利的可行走。在为身体欠爱，我们教会有很多身体欠爱的弟兄姐妹，特别咳嗽已久，还有行动不便、身心心神不宁，特别是在那个长期睡眠不能安好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有很多，我们都求主来医治他们，保守他们在属天的能力上有平安。接着我们为青年牧区的第1项来祷告。我们青年牧区的社青林洁瑜姐妹的祖父林武志老先生，在今天已经完成告别式及公祭，求主来看顾全家，能得着上帝的安慰哦。他们还没有信主哈，并能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抓住永生的盼望。我们一起为我们以上的肢体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来。天父上帝，我们需要痊愈，无论是过去的创伤，或是每一天所面对的身体的疼痛、精神压力，我们都需要寻求你的医治。因你的医治会让我们更加完全，并经历你的同在。求神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彰显你医治的大能与荣耀。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信靠你，我们要全然的赞美你柔美的圣名。还有我们失去亲人的姐妹，也求主你亲自来带领她及家人走出哀伤，并能安歇在主的平安里。感谢天父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要继续为青年牧区的第2项，还有儿童牧区，还有我们的社区事工来祷告。青年牧区他们学生，不管是我们青年牧区或儿童牧区的学生，都已经要预备开学哈。我们为他们这样的预备的心来带祷，然后让他们的作息能够开始调整正常，然后在这个礼拜的当中哈，让他们继续能够来服侍来礼拜哦哈。然后儿童牧区，我们在本周日8月25号的校庆主日，我们有闯关的活动哦，让我们长者跟孩童在这活动当中都能够享受平安欢乐。已经有85个报名。很厉害，就在我们这一栋跑来跑去，很厉害啊哈！我们需要有安全哦，要为安全来祷告哈。好，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阿嘎贝，就儿童牧区的童工老师有智慧引导孩子，然后让孩子能够建立怎么样自知、自律、自信的品格，然后在该表现的时候要大方了哈，然后该专心听的时候能够安静哦。然后接着我们要为我们的社区，对这个礼拜因为是我们的校庆主日，所以我们本周日的那个献诗是德福据点的长者参与主日礼拜跟献诗哦。我们有很多弟兄，很多的德福的那个长者可能是第一次参与到教会的礼拜，愿神祝福我们的长辈有好的体力跟精神，一起参加这个其中哈。好，我们一起为这3件事情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新的学年即将来临，感谢你为学青在新的学年安排了新鲜的事情，让他们透过学习得着知识，得着启发，能够更认识神所创造的美好又丰富的世界。也求神对世代的青少年的心来说话，使他们的心柔软，被神的爱触摸，并纪念造他们的主，叫这世代青少年谨守神的诫命，在课业忙碌中依然不停止聚会，并喜爱敬拜神。本周日的校庆主日，求神让献诗的服侍的德福长辈能够在礼拜中经历神的真平安与真自由，筹划的各种闯关活动对老少都能够达到快乐与健康。也愿儿童牧区的老师们能够在服侍孩童中充满神而来的能力与智慧，知道如何用神话语来立定孩子的自信，培养专注聆听的能力，让果效能进入每一个孩子，让福音能传递到每一个孩子的家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一起来同声开口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胜过这世界。请大家起立。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我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那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的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让我们用拍掌把掌声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做祝福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知道，虽然读圣经的话离我们年代遥远，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风闻有你，而在圣灵的当中，我们能够亲眼见你。亲爱的天父上帝，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学习玛利亚安静在主的脚前。让每一次要读神的话的时候，是全神贯注，能够睁眼看，侧耳听，如同神你看我们一样。主啊，也求你再次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因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上帝，你要差遣他们到世界各国，到每一个角落，到每一个地方，翻山越岭，如同过去马街、马雅各、甘维林、巴克里他们一样，把好信息带到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当中。求你也祝福我们，差遣我们，让我们能够分享见证上帝你佳美的福音。再次把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身心灵家庭交在主的手中，也把在桃园地区众教会，特别为恩高227教会来祝福，透过游牧师、刘牧师，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能够在桃园青埔高铁地区能够来兴起教会，来兴旺福音，来高举主的圣名。也求主继续使用我们，在每个地方都能够为主做光和做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阿门。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好，那我们也彼此祝福。好，在线上参加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那我们也帮忙把我们的椅子好能够复原，场地复原，谢谢。哈利路亚，谢谢。